最佳男主角包括周潤發、孔子決戰春秋。不可以不弘毅，你殺身已成人，不可以求生而害人呐！我只想專心講學。張學友月滿軒尼詩，印度嘅伙計咧，着成身唐裝衫褲，好似嗰啲殯儀館嗰啲。我咧可能係一宗兇殺案嘅目擊證人。梁家輝、李小龍，係咪好似我拍戲唔係幾好？我嗰隻啦，聖馬騮都冇時停嘅，你話揾個人治到佢啊？張家輝，線人。簽咗佢之後，你就正式成為協助警察嘅線人。佢哋叫你做嘢，你第一時間要通知我，我會俾指引你。謝霆鋒，線人。傾唔到我唔做落去，一係繼續幫我，一係幫巴閉打劫，我拉你。不如咁啦，我打開個信封，你是但嗌劉青雲，咁我立咗佢算啦。咁都好嘅。咁我哋揭曉啦噃。我真係緊張我自己攞。哇！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線人。都係3個字嘅。謝霆鋒。呢個高啲，多謝大家。多謝大會頒呢個獎俾我，多謝導演林超賢，多謝編劇阿 Jack， 多謝我哋監製 Candy， 多謝線入邊所有好好嘅拍檔家輝、智叔，你哋教識我好多嘢。我多謝我太太今日陪我嚟。By the way, you look beautiful tonight. Not just tonight, but especially tonight. 多謝英皇電影俾呢個機會我。過去呢2個禮拜，我太太不斷問我，萬一你攞到，你有冇諗嘢講？我同人講話唔會啦，唔會啦。佢問咗我3次，問咗我4次，問咗我5次。佢前晚再問我1次，老公，萬一真係俾你嘅話，你有冇嘢講？我真係問我自己，我有冇嘢想講？有一樣嘢我想講，我18歲攞新人獎嘅時候，嗰日我攞新人獎。我細細個嘅時候，我爸爸會同我講，佢會用咁嘅姿態同我講：你知唔知道？你細個嘅時候，我拍咗幾百部電視劇。你又知唔知道？你細個嘅時候，我拍咗幾百部電影。我嗰晚攞咗獎之後，我仲同佢住。我翻咗屋企，我又同佢講話：你成日同我講話，你拍過幾多百部電影，幾多100個小時嘅電視劇，你冇攞我金像獎，我一個獎就擺喺台上邊。佢今日，我知佢喺屋企睇緊電視機。我想同你講嘅就係，我唔知點解呢番說話硬咗喺我心入邊12年。我希望你唔好似我咁擺呢番說話喺心入邊。希望你原諒當日一個咁
不知天高地厚、無禮貌嘅小朋友，可以養大一個咁麻煩嘅小朋友，仍然係對住大家笑面迎人嘅，你先至係最佳男主角老豆，對唔住。